新台湾高铁嘛提悬防疫的办法，逐工车若是收班，都爱随消毒。旅客一个坐都会不管时派人伫咧卖票机含出入口较接清洁。另外，客运业者嘛要求第一线的运将拢一定爱挂喙罨，防疫一定爱卖过风做甲把。高铁火车入站，落车的旅客有八成拢有挂喙罨，若乘客有做准备，高铁防疫的措施嘛做甲真认真。新喷酒精消毒，再用倒布来切。旅客上接用的卖票机甲出入口的闸，平均2点钟就消毒一届。乘客愈多，就愈接消毒。保健室内底嘛有高铁的人在做防护。每天的营业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也会针对车站进行全面的消毒。那各车站的这个保健室呢，我们会为旅客进行量测体温的服务。车厢的位还有餐盘，因过干那下班的时阵才会消毒。今嘛不时拢会有人来喷酒精消毒，旅客看到嘛感觉加较安心。就看到他们这样打扫，其实就是比较不会有就是很紧张那种感觉，然后戴口罩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这样子。在每天的收班清洁，我们都会执行列车的消毒作业，尤其是旅客接触比较频繁的，例如像座椅区、扶手、窗台，还有餐盘，我们都会确实的执行消毒作业。高铁防疫唔敢放放风，台北捷运嘛用走马灯加强宣传，8点钟就消毒一届。另外，游览车客运业者为30号开始，嘛通知所有驾驶拢爱挂喙罨。全国的运输业面对武汉肺炎，拢唔敢凊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